欢迎收听3月30号的迦南之声，我是思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约伯记第5章，不知道的生命道路。10年前的你，知道你今天会走哪一条路吗？我想许多的人都跟我一样，都跟你一样，不知道我们的生命道路。然而在我们这个不知道的生命道路当中，若是你遇到那正在经历苦难，正在经历辛苦真的是说不出来。好像今天我们看到的约伯他来到第3章的时候，因着这突如其来的意外，甚至自己的性命堪忧，在那个苦境下，他终于说出自己的心情，而且是一个哀歌的方式，好像在那里唱很难过的歌里面都是一些很负面的字句。而来到他身边陪伴他的朋友3位朋友，他们带着自己的经验，带着自己的学识，带着自己领受的爱，要来帮助约伯，想要来在这里安慰他。而首先我们看到第4章开始一直到第5章第一位这位提曼人以利法他发言了。他可能是这3位当中最有这个资历，最有经验，或者是就是这个德高望重的前辈当他发言的时候，却让我们也在其中看见，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生命道路，何况是别人的呢？在那苦难当中，当他要安慰别人的时候，也表达他自己的限制。这也可能是当我们要起来安慰别人的时候，陪伴别人的时候，对别人表达一些看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陷于我们自己的盲点和限制。以利法一直认为苦难是对一个人犯罪的惩罚，他认为上帝是公义的，因着他的公义，当你今天发生一件苦难的事，一定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得罪上帝，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所以面对苦难，我们就是今天的经文第5章讲的蒙上帝管教的人有福了，全能者的谴责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他劝约伯你就顺服吧，你就去经历它吧，一定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你今天才会经历到这样的事。因为在他的人生经验当中，在他自己领受的意象当中，他表达他的经验就是如此。然而这是约伯的经验吗？或者就算约伯的经验如他所说的，他又真的能够完全的是复制贴上吗？我想每一个人的经验都真的很不一样。而在这个不知道的生命道路当中，我们真的要去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真的要看见的是什么呢？我想诗篇86篇11节 RPG 祷告的经文真的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这里说，上主求你指示我该走的道路，我要顺服你的真理，求你教导我怎样敬畏你。我们真的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事，或者是我们身边这位他正在经历的苦难，我们到底该怎么安慰？然而不论是身在其中的人，或是在旁边陪伴的人，我想上帝都要让我们来学习怎么顺服他的真理，而不是被框架在自己的道理里面。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不仅是约伯，以利法也是正在学习怎样敬畏上帝。在今天的这段分享当中，我们看见人真的很有限，在那很有限当中，上帝仍然能够使用。我一直觉得这3位朋友，他们真的是尽他们的能力，在那个很有限的当中，虽然我们看见可能已经尽力了，还是得罪上帝，甚至得罪约伯。然而我想他们的动机仍然是良善的，而在这良善动机当中，不代表我们就会做对事情，而在那苦难当中，也不代表我们做错事情。一位美国人，他叫威廉波顿，
许多人都听过他的故事。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一位很有钱的人，让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大概国中高中的时间因为一个学校毕业之后，他父亲就让他去环游世界，而且还带了一个仆人陪他环游世界。然后他在环游世界的过程当中呢，就看见各个地方，非洲、亚洲好多地方很有需要很有什么样的需要呢？很有福音的需要。他心里就在想，我要不要来当宣教士？可是我看见宣教士他们的生活是其实是很艰苦，可是他自己本身的环境是很富裕舒适，就像我刚刚讲，他去环游世界，不但有这笔钱，还可以带着仆人去就在这个挣扎当中，他的心被上帝的感动带领，他选择在他从父亲那里被父亲送的一本圣经，就那本圣经的最后一页就写了2个字，英文字，翻成中文叫不保留。不保留什么？不保留他自己停留在舒适圈中，他立志他要成为宣教士。就在这样的一个巡回环游世界的时候，回到美国，他那时候刚好大学就进入到耶鲁大学就读，在耶鲁大学以很优异的表现来毕业。毕业之后他真的是很多的烦恼。什么样的烦恼？他需要继承家业，或者是他要去被有一些公司就是在他还在学生的时候就高薪来挖角，然后想要预约他来公司上班甚至有这个学校邀请他去到学校来当这个讲师，希望他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仍然坚持上帝给他的感动，就在那一本他父亲送他的圣经后面又再加了2个字，叫不退缩。不会退缩啦，他就申请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而且就在他就是知道那个当下写这2个字，知道我可以入学了这样。后来3年后神学院毕业，真的是这经历了好长的预备期满怀热忱，然后准备要被差派去中国当宣教士。在那之前去到埃及之前训练，就在那里得到了得病，好像是这个脑脊髓炎，结果得年25岁。25岁很想要回应上帝，好像还没有开始大展身手，还没有开始大放异彩，就离开了世界。很多人会觉得好可惜真的好可惜。我想我们心里也会觉得很可惜。但是在他后来父亲整理他的遗物，就是包含他送他儿子的那本圣经的最后一页，他竟然看到他儿子在离开人世之前，又在那圣经后面加2个字，叫不后悔。从不保留到不退缩到不后悔，人生的际遇是这么难以预测，但是上帝的心意总是出人意料。为什么出人意料呢？因为他的公义和慈爱并没有被苦难限制住，并没有被意外限制住，而是因着顺服真理的人影响世世代代。他在大学期间从2个人开始举办了一个社团，而这个社团从他入学开始一直到这个毕业的时候，当时他们学校有1300个人，有1000个人都参与在这个社团。这是一个什么社团？是很好玩的社团吗？很有趣的社团吗？都不是，是一个早祷，一个对话，一个祷告的社团。他就是邀他的朋友跟他一起祷告，从2个人开始，到后来在整间学校有1000个人，学校有1300个人，1000个人都有参与过，甚至就在那里面一起为神。他的信仰好像我们觉得很可惜，在25岁之后就没有了，然而他的影响力却在他25岁之前已经开始发生了。
后来在耶鲁大学，许多的人因为威廉波顿他的生命见证，他们被感动，结果就成为宣教士的，就在他的影响力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道路什么时候是在世上的终点，然而我们确信一件事情，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并不会被苦难绑住，并不会被我们的罪恶绑住，不会被人的限制绑住。但是我们需要来学习，求我们的上主，我们的上帝来指示我们那该走的道路，让我们在这其中有敬畏的心，让我们在这其中能够学到真理，走在真理的道路中。我们一起来默想，难以预测的生命道路上，目前我最不明白的是什么？我什么时候需要顺服？我什么时候需要谦卑敬畏？让我们来祷告，在说和听当中，说给上帝听，也听他说，彼此交流。圣灵的恩典之流要启示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上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见以利法很爱他的弟兄约伯，然而他所说出来的话，可能对他的生命真的是在当下没有办法安慰。然而主，你爱约伯，你也爱以利法，你更是爱今天听迦南之声的你的儿女。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面对到难以预测的生命道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走在其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不明白，有时候我们相信是主你为了要保护保守我们，我们真不明白，有时候是主你暂时让我们不明白，然后我们也要来寻求主你的帮助，因为在这不管明白或不明白当中，主你确实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敬畏你，也教导我们这世界之大，这真理之广，是我们一生寻求的功课。我们要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因此知道顺服你的心意，也同时知道主你的爱跟公义不会被苦难框架，不会被苦难限制，而是在苦难当中，在顺境当中，在富裕当中，在那宽广之处，依然都有那样的影响力，让人世世代代都来经历你那出人意料的作为和平安。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特别此时此刻，如果我们就像是以利法这样的身份，要去安慰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或是要照顾我们朋友或亲人的时候，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先来敬畏你，让我们来领受，我们来经历你真理的教导，好叫主你的圣灵那亲自安慰、造就、劝勉的能力，能够来祝福我们身边陪伴的这个人，使我和他一起都在主你的里面，走在那恩典的当中。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将约伯他所经历那认识上帝的美好，那认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也愿我们在这苦难当中不浪费这苦难，在苦难当中一样看见主啊，你真是真爱我们，陪伴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在今天一天所要走的道路上，都经历到上帝他的带领，跟他与你同在，使你不仅是平安，更是有安全跟喜乐。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